黃旗舉起。好嚟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嘅馬呢，內欄位置係加州星球嚟嘅，響外邊係金鑽貴人啊，跟住個第3位呢，就係黃衫淺藍帽嘅福日啊，內欄第4夏威夷啊，咁啊暫時殿後嘅馬匹呢，係嗰隻速遞奇兵嚟噶。好啦，咁啊跑咗一段嘅路程，接近呢個1000米嘅段處啊，前面方大家都預計到噶啦，加州星球佔先噶啦，金鑽貴人已經係咬住第2位啊，第3位嘅馬啦有福日啦，內欄第4，咁啊見到呢隻夏威夷啦，咁啊跟住個第5位嘅馬呢，就係速遞奇兵嚟噶，轉香港體育學院灣啊，咁啊前面放頭嘅馬依然都仲係呢隻加州星球啊，咁啊跟住響第2位有金鑽貴人啦，咁啊後邊嘅第3位佢少少移咗出去咯，係福日嚟嘅，埋邊第4夏威夷啊，咁啊暫時殿後馬匹呢，仍然係速遞奇兵嚟嘅。好啦，依家睇翻轉彎入直路嘅時候啦，咁啊加州星球佔先少少，金鑽貴人開始上嚟啦，外邊位置福日，埋邊係夏威夷，出邊追緊上嚟，仲有隻速遞奇兵，最後300加州星球佔先，金鑽貴人逼咗上嚟，兩匹馬鬥得難分難解，外邊福日亦都加入戰團，最後200米金鑽貴人已經透出，埋邊加州星球進佔第3福日，外邊呢仲有隻速遞奇兵接近終點，金鑽貴人贏出女王銀禧紀念杯啊！跑第2名嘅馬係加州星球，咁啊至於後邊嘅福日啊，速遞奇兵亦都跑得好接近啊！金鑽貴人都認真厲害啊！今季已經先後贏咗馬會短途錦標、華商會挑戰杯、百週年紀念短途杯頭關，第2關女王銀禧紀念杯一樣贏埋。